升旗嘅步驟，相信大家都明白。現在同大家講解一下降旗嘅步驟。降國旗嘅時候係唔需要播國歌。首先，升旗手同護旗手入場。升旗手將旗繩從旗杆扣上鬆開，然後檢查旗繩有冇扭曲。升旗手將有旗嘅旗繩交俾護旗手，用左手緊握住，跟住作好降旗嘅姿勢，準備降旗。將旗幟徐徐降下。護旗手將旗幟接住，以免旗幟接觸地面。升旗手將旗幟從旗繩上解開，然後將旗繩扣互相扣好，並將旗繩綁喺旗杆扣上。升旗手同護旗手隨即可以將旗幟接好。接旗嘅方法同升旗前嘅接法有所不同。升旗手同護旗手面對面將旗幟打開，升旗手用左手揸住上旗扣，而右手則揸住下旗扣。升旗手同護旗手將旗幟上下對接2次。跟住，升旗手揸住旗幟，而護旗手則將旗幟向上對接3次。對接後，升旗手將旗幟交俾護旗手。當護旗手接過旗幟之後，佢哋就可以離場，而降旗儀式就告一段落。要做到一個莊嚴嘅升旗儀式，我哋一定要謹記以上各點，同時亦要多加練習。再見。